一句哦，第一句。12月肉汤， 12月肉汤就冷叽叽。哦，冷着，嘿冷以外，嘿，足冷会安怎？肉汤足冷会安怎？会起冻嘛，起一个油遐，温冻，温冻哦。哦，12月肉汤12月肉汤会好，跟做蛋，好，放顶面一个油安尼吼。一定有蛋。咱较早拢煮迄猪油汤对吧吼？对啊，肉汤，对，迄油吼一定坚冻。啊，一个咱地地安尼吼，做温冻。啊，温一定会冻。会冻哦，做冻，是安尼啊，温跟做冻吼。所以啊，这句话吼是你讲形容啦吼，讲代志已经吼决定了，有一个定数。所以真妥，已经做去做妥当啊，已经决定了的代志啊，就是讲妥当啊。厝边隔壁大家好，谈天说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和乐，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阿公来开讲。咱即马请赖永团导先甲咱空中朋友拍一下招呼者。诸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真感谢主吼，咱赖永团导伫百忙的中间，会当来参加咱这个单元。现在我就要来甲伊问几个阮这青年人、少年人。所毋知影即个言语吼，请伊甲咱做一寡讲解。敢有啥物种诶即个言语来形容讲12月时阵吼，佫真寒迄种诶感觉吼，诶言语敢有？这个就反有几句啦吼。他是讲吼，一句讲12月天困厝顶。12月天困厝顶，你想有办法？好可怜。12月天要在困厝顶。对啊，系啊。冷死去哦。其实这就是真趣味诶代志吼。要去惊推人一样代志。你有这2字诶，你有这是啥物意思？2字哦。12月天在困厝顶。会感觉安怎？就安尼当生迄个感觉了。你也真聪明啊！12月天困厝顶，甲惊推讲，真当生哦。在这圣经内面吼，这个箴言的这个11章的24节，了讲有四川的福经加正添啦，有人少过度的吼，天道地到强法，25节讲好施舍的吼，这个得到丰足，滋润人的这个得到滋润，这段圣经是你甲咱讲吼，讲咱人活着日子吼，咱都爱存着这个爱心吼，怜悯的心去帮助啦。但我这叫你的这天灾吼，准来讲有一个人叫伊捐款，伊捐伊说真好，伊捐就100块，你一定会讲啥？讲12月天困顶吼，当生活啊！你到遐我夹几若百万的几千万的一现就100块，嘛叫笑倒所以人啊，应该发出伊爱心去帮助人的时阵爱若是有影安尼提袂出来你就使甲讲。用这句讲啥？12月天困厝顶。对了，这个人12月天困厝顶，当生活。去刷去别人做安尼。圣经这句话是你甲咱讲。安尼。讲你若会当去滋润人，你就当得到天顶的神的滋润，得到人对你的帮助，人甲你帮助，甲你滋润你若会当施散，会当去施舍，你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富裕，愈来愈正向。所以讲人行善人你做天你看，神一定会祝福去。好业嘛有好业的条件，嘛会看你好业，会施舍的人就是会看你好业呢。较袂互人讲这句话就真歹。12月天困厝顶这有影真当生啊！
啊，咁啊，还有其他下这12月天下这演语呢？哦，还有一句话叫做吼，12月甘蔗，12月甘蔗，到啥特色？唔捌听，我唔捌听。12月甘蔗，嘿，哦，这个12月吼，过去吼，这个12月是这个甘蔗收成的这个季节。好，安尼哦。啊，所以甘蔗吼，到要收成，迄就上界甜。安尼。哦，啊，咱知影讲，这个水拢是向倒遐流。向下面啊。哦，啊，向下面流。啊，这个糖分呢，甘蔗的糖分同款的安怎？甘蔗头。哦，会当流去甘蔗头来。啊，而且佫天气愈冷吼，迄个甘蔗吼，甘蔗头愈甜。哦，安尼哦。啊，愈甜愈甜。有这个经验。哦。所以这个12月甘蔗就是讲，我你有真。倒头甜。甘甜。对啦，倒头甜啦，倒头甜吼。好安尼。我12月甘蔗意思就讲倒头甜吼。好。这可能是你讲，比如讲吼，你这个人吼。哦，少年的时阵哦，这生活无偌好，是讲你无啥物成就啦。但是你到年纪大的时阵，做起来吼，哇，啊，颠倒吼，你真幸福，真美满，而且种成就哦，你做足多有意义的代志哦，你迄12月甘蔗，过头甜啊，真幸福啦。安尼哦，啊，这句话袂歹哦。对啊，这句话是讲好咯呢。确实有一寡人就是安尼吼，较早少年的时阵艰苦过日，但是年老的时阵，逐项拢有安尼，真幸福啊，真快活，真辉煌挺达安尼吼。对啊，人拍拼吼。天顶的神啊，注意啦吼。哦，所以这12月演语敢若袂少，敢还佫有？还佫有吼。哈，我互你叫一句哦。带一句。12月肉汤。12月肉汤，12月肉汤就冷叽叽。哦，冷着，冷以外，啊，足冷会安怎？足冷会安怎？起冻嘛，起一个油是吧？温冻啊，温冻哦。哦，12月肉汤，12月肉汤会好，加做蛋，好，算顶面一个油安尼吼。一定有蛋。咱较早拢煮个猪油汤对吧？吼。对啊，肉汤，对，迄油吼一定会煎蛋。哦，啊，一安白安尼吼，做温冻。啊，我一定会冻，做冻，哦，是安尼啊，温煎做冻啊。所以啊，这句话吼是你讲形容啦，讲代志已经吼决定了，有一个定数。啊，所以真妥，已经做去做妥当啊啦。哦，已经决定了的代志啊，就是讲妥当啊啦。啊，稳当诶，妥当啊，无代志啊啦，无问题啊。那你讲人讲啊，你做这样代志吼，已经做差不多啦，一定会成功啊啦。啊，12月肉汤啊，12月肉汤无，是安尼哦。稳当啊。有个注意咯，吼。这句话真好话咧，稳当的啦。安尼哦，稳当。我哋真嘅啦。会成就啦，吼。咁还佫有这12月的演语？有，这对哦，有一句话讲，12月风吹啦。12月风吹，有啥物特色？12月风吹哦，12月风吹若要放吼，就看爱风呢，一定爱风对。啊，毋着顺风，毋是啊。你看12月风敢顺，足顺。无风哦。12月若无风，风真强。北风真强，啊，这边啊，北风吹着较飞较会悬啊咧。12月风吹，风爱有风才飞悬无错啦。啊，风啊收头会会安怎？会动去啊，带动去啊，哦，会冷。烧甲无尾。哇！啊，一日转吼，对了毋对？转到迄马溜吼，马溜一直牵过去有诶吼，用迄个抓打。好。风一个头，哇！无马溜，哇，失去平衡。马溜才转去。哦，马溜转去，啊边啊？飞走去啊！所以烧甲无尾。烧甲无尾啊！12月风吹，烧甲无尾，还是边啊？啊，这是你讲到吼，讲头讲有人安尼，哇，足寒诶！讲甲因妈妈讲，妈妈我要食鸡仔冰，安尼烧甲无尾啊！是啊，这个食鸡仔冰，有安尼吼，无尾吼，但是讲，啊你这12月风吹啦，烧甲无尾吼。即马敢若真侪人寒天咧食鸡仔冰咧。对啊，不过可能特别这个滋味真好。好。啊，拄好食迄麻辣火锅啊，食冰一个礼拜，较爽快，安尼哦。好。即摆人营养好嘛，身体强，还是不要紧哦。啊，所以互咱知影讲吼，实在咱活着日子吼，特别趣味的代志。好。啊啦，就是这个足寒这冬天吼，有真侪趣味的代志。咱做人
唔通烧到无尾，吼，唔通烧到无尾。哦，所以咱做人吼爱端到正正，脚踏实地，嘿嘿嘿，哦，努力打拼，凭咱的本分，嘿，安尼咱才有较袂互人讲12月风吹，烧到无尾。烧到无尾，哦，所以咱人哦，唔通做过分的事，嘿，爱尽本分，是，做实实在在吼，嘿，实实在在，安尼就袂12月，对，安尼就袂12月风吹，烧到无尾。对啊，啊，就会栽落来咧，危险，变成栽落，对。嘿，袂稳啦吼。啊，咱以后这个单元啊，拢会继续请内容团队来咱这个节目中间，甲咱做伙来开讲，讲一寡台语的智慧，甲咱做伙来分享人生的道理。咱就感谢内容团队。特别隔壁大家好。相处之后，最后不出伦理的命，相处着一套人情就着我的心，天天只是做爱输了后最低的命，你从这一套人情就着我。输了我最低的命，你从这一套人情就着我。